BTV 节目现场哈，睇下讲到今年嘅离缝啊、无拉中嘅问题哈，所以青岛嗰種嘅中離嘅天氣哈，都產生嘅問題，像沒有呢啲散發啦，一青島中高接離哈，但是咧離縫差唔多供應咯，差唔多一般天啦哈，個加上咧仲係供應唔拉，如果係面臨講2月份有可能春天會作冷嘅問題，都是啲反到200、300嘅時間，也成本會行下增加哈，所以青島散發嘅路嘅理論是想講，唉，將少冇做好嘅，要按辛苦嘅事情，按願望吼，個公路按道哈，所以想老。那个中泰里啊的事業是按團體去哈，但是還係有青島地方嘅民眾因為講，還係做嚟吃虧嘅啦哈，甚至咧哈有他多年發離縫做嚟接觸嘛哈，像中國嘅啦，又係講台灣離山本山嘅啦，甚至日本嘅哈，所以多方面嚟嘗試一下無共用嘅品種，係咪效果會較好呢？分散風險哈。好，然後董事伊都農民產業做嚟看見董事嘅農民，伊樣板起來仲係。無共用品種都係直接看啦，佢概念佢做法係樣板去。台中董事係高接離嘅發源地，目前境內總市嘅面積大約1200公頃，佔全國高接離總市面積2/4左右。當然，最應該是董事呢邊嘅理念，攏是嚟看到接離以上了解嘅成果，有啲已經開發，有啲已經看得到細粒嘅利。羅先友同董事嘅家鄉種高接離已經20年，目前種嘅面積大約6%，佢種離縫嘅習慣呢幾年也漸漸有改變。以前都有接風水嘅事，風水到日本嚟，到每下來又用到接到新興咪大部分用日本嚟，你咪2年又接米梨，等到福壽梨用梨山嚟。羅先友講，新興離縫同日本係淘汰品種。數量越來越少，所以為咗穩定自家嘅離縫供應量，佢也開始使用離山嘅離縫。因為啲米粒顧起來呢，顧來好，濕度比培養梨又較好，所以市場接受度較高，都讓多年接。目前同董事提起部分高接離農攏關係接其他種嘅品種，因為呢同離縫供應量片使得分散風險，像禮拜日本進口離縫切片嘅問題。羅先友時間就冇受到動態嘅影響，所以供應離縫業多元化嘅做法，可能也係解決小離縫問題嘅方法之一。好，睇下新聞影片，可能嘅老太個嘅故事啊，是講喺分散風險哈，所以嗱，其中嘅接入青島無共用品種嘅離縫，有日本來嘅，有中國來嘅，有台灣離山。本山嘅哈，是講嚟分散風險，所以你看到哈，佢接無共用品種嘅時節，佢用嗰種天火布啊，有黃色咧，有紅色咧，有橙色咧哈，用這個嫁接的那個膠布的顏色去區分品種，按樣形是提高，到底無共用品種啊，要乜人照顧哈，落皮嘅落幾多啊，有個要乜人用哈，所以佢就去做累積他經驗值哈，農民都很勤快，對於這個東西都很大專業，所以一體三通啊，所以可以舉一反三。看一下目前做的主要的高接離品種有哪一條哈？從日本嚟發有新興冰風水哈，還要有黑水、杏水梨，杏水梨是最早上市的，5月下旬就有了哈。中國嚟發有南水黃金，還有秋黃哈。那台灣離山發有秋水、新興，還有蜜梨哈。其實蜜梨嘅銷路也不錯哈。我想要請教一下，是你現場還有哪個鄉親以中青島無共用品種嘅梨，讓你講一下，好了解太高。我因為4年前哈，去搞太多嘅採收嘅花色嘅花期啊，我就過去佢講，咁採收嘅時候天氣真係真無好，唔係落雨就落雪啦。所以講我像今年嚟講，我都冇種下接嘅日本離縫，我都種接秋水、紅水，咪新鮮，還有太多嘅黃金，冇安尼接吼，只會當年，只往年我做接太嘅日本嘅新鮮縫線，即拄到問題真多係來嘅數量冇人嚟用。安尼發因為農民啊，咧高接離吼，佢有個嫁接嘅黃金期啊。那高配嘅黃金期嘅時候，一般嚟講，黃金期是11年。冬節了都差唔多將近20了，是較好顧。冬節高鐵到新曆正月20以前嘅樣子，是黃金期。黃金期啦，高配了吼都真歹顧嘅啦。所以講我哋幾年創年我都分4樣來做，安尼
产期嘛是在分散，莫讲哦，突突一种产品。咁你迄咪种头发介个露台狗熊用木熊用的天赋布来区分品种。我个是较多元啦。较多元。哦。一元12种，一元12种。哦，咁，那就分享一下嘛。木熊用的品种照顾起来，系咩方法也木熊用啊？你啊多少就涨啦。你原本嘅路食吼，梗有古过嘅经验，阿门见啦。哦，传承是出来的，我们肉杂是出来的。好。那肖科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农改场这边也注意到说，意识到说，其实现在农民接的梨穗的这个品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了啊？那在相对应的这个照顾的技术上面，是不是也有传承给我们的农民，或者农改场这边有逐年在精进做研究，可以跟农民分享的？有关那个梨的品种越来越多嘛，那刚才这位农民他也有提到，侯大哥也有提到嘛，那确实没有错，他对分散风险，然后调整我们整个一个农村的一个劳力，其实很有大的帮助可是他比较我们要注意的像我们农改场这边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因为你嫁接如果分次的话，它其实着果期的一个大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是呼吁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那个用药的管理要相当的一个注意。那主要是因为梨的幼果期对农药会比较敏感，那这是可能在分散品种要特别注意的。可是他们不是都套袋吗？在还没有套袋的时候，还没有套袋的时候，对，幼果期的时候，幼果期的时候，是好。所以他说这个目前中国的这个黄金比较难照顾，因为它是白皮系的，所以白皮的跟褐皮的水梨，它照顾上面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落差？主要是怕那个水斑嘛，对水斑，那如果后期下雨就会比较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那个是就像都是那个白皮梨系它的一个本身就存在的一个条件。等会那个后里地区的推广部的主任就讲说，其实这个后里地区今年缺穗是蛮严重，虽然只有种200公顷，这面积当然跟东市1200公顷不能比，但是对后里地区来讲，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所以后里地区希望说，其实在这个日本进口梨穗到台湾之前呢，台湾所有的高阶梨都是用梨山的梨穗，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梨山成立一个梨穗的专业区，然后可以稳定的供应本产的这个梨穗你看这个台湾这个梨穗也有这个秋水啊，这个新兴啊、蜜梨啊，其实品种也蛮多元的那我不知道说，主任，你们在后里地区的民众对于成立这个梨山的这个梨穗专业区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意见？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下好吗？以我的了解我们这个梨山专业区已经农粮署这边已经运作多年主要是品质方面可能还要加强主要梨山这个品质可以改善的话，日本方面的梨穗有一部分的农友会为了分散风险他会采用这个梨山这边的梨穗下去嫁接这样对今年这个新兴梨穗缺乏的也有一些帮助。这样，我们偷偷讲啦，梨山的梨穗算是备胎就对了，是不是？以往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今年也是因为新兴梨穗缺乏，日本进口的新兴梨穗缺乏，所以才跑到梨山那边去用红那的。好。那但是我们也刚刚听这个主任讲，就是说其实。这农委会农粮署已经很早之前就有在梨山成立这个梨穗专业区那等于说，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好像这梨穗品质上面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使得农民在这个意愿上面把它当备胎用，那有点情何以堪？看过去日本没有梨穗进口的时候，都是用梨山的呢。这个我们是不是加强辅导？其实我们台湾每年梨穗的需求量大概需要30万公斤。那从日本跟大陆进口的梨穗，其实前3年大概的进口量都是差不多88000公斤到11万公斤左右。那另外将近有12万到17万公斤的梨穗，其实是来自梨山所以其实梨山在我们这个梨穗的供应上面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全台来讲，它占有60%的供应量。对。那我们农委会在94年开始就整合相关的学校的专家以及我们试验改良场的专家，有成立高阶梨生产改进的技术服务团那就有在梨山这边选择
合法的土地的这个梨园哈，来辅导来生产梨山的这个梨穗哈。那因为我们的梨穗在生产的期间呢哈，农民也为了要顾虑到梨的产量哈，它的梨的收益哈，所以这个部分必须要去控制它的流果量哈，以及相关的梨穗采得多，能够结水梨的那个花苞就变少了。所以等于是有一个这样选择就对了，它会有营养的竞争了哈。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技术服务团也积极的在辅导梨山的这个果农哈，来控制最适合的这个流果量哈，那可以同时兼顾这个梨的一个收益哈，那也可以生产品质优良的梨穗。那我们技术服务团在97年跟98年哈，也有做过嫁接试验的比较哈，同时嫁接日本的梨穗跟梨山的梨穗，那发现其实它在表现上哈，其实是不相上下哈，所以表示我们梨山的这个梨穗哈，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供应品质哈。那这个部分哈，我们也会再继续哈，就是如果农民有意愿的话哈，我们都可以去加强协助这方面的一个辅导。好。今天有从梨山下来这个梨穗供应的这农民哈，我想问一下黄大哥，问一下哈，真的吗？这技术服务团上山很久了呢，辅导很久，你们怎么品质还不稳定？没问题呢？我想一个迷思啦，我想大概在前面我先讲秋水跟蜜梨现在是只有梨山在生产，日本方面是没有这个品系的。所以秋水跟蜜梨是梨山呢？对对对，所以并不是梨山的不好了哈。那个新兴的部分呢，现在在梨山也比较属于我们淘汰品种。所以新兴是不仅是日本淘汰，对对对，我们也不太喜欢做了，因为我们现在一棵树树头、树干里面呢比较生产雪梨，那就第一比较不怕台风了。那枝尾的部分呢，树尾的部分我们就做秋水梨、做梨穗，甚至做新兴梨的梨穗。那然后我们有行光合作用，我们就用它这个叶片的部分来行光合作用。那我们生产比较高经济的雪梨，比较不受这个高阶梨的冲击。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雪梨采收是在11月、12月采收，那大部分高阶梨呢都已经卖完了嘛，所以我们在市场上比较没有这个冲击啦。所以说刚刚说本产梨穗当成备胎，事实也是这个状态啦。但是我想这个是产业链的问题啦，大甲溪上游跟下游整个梨产业链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要把备胎带着，不要改天爆胎了找不到备胎麻烦了。还有要注意那个胎压有没有正常改天没梨穗来了，你想说我带了备胎，结果没有打气，这就糟糕了。好，我问一下和平区来推广部的主任，梨山就在你们这个你们的区域里面，怎么不支持本地农业嘞？原因是什么？这个像曾科长说的，在我们94年开始做，95年就组成服务团队来辅导我们这些梨穗专业区的梨农嘛。是。但是在97、一直到现今呢，到去年103的整个嫁接的成活率，它其实在开花啦、结果啦，以及到成果的果重的比例都不会输日本啦。但是为什么到我们现在在我们名单下的只有27户跟40公顷？对。年产量只有3万斤啊？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在使用端刚刚讲的永远都是备胎，再来就是说，在生产端它要降低果实量，可以提高它的整个梨穗的品质，再来没有适当的补贴它嘛，来去教导它嘛，先撒一把米，再来去抓鸡嘛，再来另外的一端的话，在我们平地的高阶梨没有成立一个示范的专业区，没有让人家说嫁接梨的成果，使用国产梨穗的好是在哪里？这是在这里建立。其实，在双方端，其实在进口梨穗等等，在大陆都可以补贴。我就觉得可以做一专业梨穗，可以做适当的补贴。所以你说本产的这个专业梨穗专区，在技术面跟生产面，其实都还需要再去做一些政策上补强的部分，就对了。是针对他们在整个果园管理方面。果园管理方面。对对对，可以去协助他。另外讲难听的，推了这么久，这其实是说都是短期的效应啊，这讲难听的也是3-5年的效应而已。最终的效应，其实在整个进口梨穗可以做适当的管控啊，来去发展它的专业，才可以造就整个国产梨穗的发展。好，谢谢。那科长，有可能我们降低进口梨穗量，逐年提高
本产离碎的量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刚刚主任也提到一个建议说，我们就有一个平地的专业示范区，来告诉大家说，其实种本产离碎，只要你照顾得好，其实我们就是山上的供应端，我们提高它的供应的品质和稳定度，那山下生产端也可以顾得很好。除了梨山的梨穗以外，哈，其实我们现在哈也有在尝试哈在比较低海拔的地区啊，哈，来做这个低海拔供穗园的这样子的一个示范或者是试验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去征求有相关有意愿来做合作做试验的哈。那假设这个合作的一个成果哈，嫁接的成果不错的话哈，我们也可以来做示范推广哈，让我们这个梨穗的这个供应啊可以有更多元哈，那让农民的选择也更多，那让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品尝各种不同的一个品种。梨山有很多的土地是国有地，或者说是林务局的土地，所以梨山农民去租地耕种，这个地上经营权不稳定，有没有影响你们这个梨穗的生产或者是供应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在梨山上面的观察是怎么样？这个问题哈，长期以来，我想政府也蛮漠视这个土地的政策了哈。想当初4年前啊，鼓励我们上山，对。那现在说水保的问题呢，把我们扔在山上，也不处理我们。好，也不是说也不关心我们，然后不去正视这个结构面的问题，这个是时代遗留下来的背景。所以是不是这样一个政策背景因素，使得梨山上面这些有心想要供应梨穗的农民，因为这样的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块土地我明年还能不能跟林务局承租，我明年还能不能跟国有财产署承租，都还不知道。所以相对的，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太大的时候，我今年的投注就不可能太多嘛？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背景因素干扰吗？我想主持人这样讲也是很深入了。如果你的土地不能长期经营的话，你的施肥你就会比较去用的比较少嘛，哈，你的管理上就没有那么的周到，出来的产品呢，当然会就这个品质上没有那么的良率那么高。那如果从土地面这个政策方面的检讨，农业技术政府的来辅导。然后把这个土地的问题也把它一并的正视为我们产业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想对这个梨整个产业的发展，好，这个我们地方的生态，这个才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高山党的梨山的土地无价格，了是的，都在当北港山的梨农呢，来真正好好来做梨凤的供应的时节，又面临政策的无问题啦，所以。这个林务局跟农委会毕竟是辖下的下属单位，所以等于这个部分我们不知道说曾科长听了之后，就是梨山上实际务农农民对于林务局或者国有财产署的态度，对这个土地政策的态度是摇摆或反复，或者说是不确定性很高，致使他们在这上面相对投注心力也就不敢放太多进去。这个梨山上面的土地问题哈，其实是相当的广泛的哈。它有一些是在林班地上面哈，那有一些是那个国有财产的地了哈，那也有一些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这个问题哈。那因为相关的土地它有相关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规定了哈，那我们也必须要考虑整体那个国土保安的一个问题哈，跟我们产业发展中间要取得平衡哈。那你们在推这个梨穗专业区跟这个技术团上山的时候，有把这个农委会自身的政策因素一并考虑进去吗？我们技术服务团哈，选择辅导的对象都有一个前提哈，就是在合法的这个农牧用地上面的这个梨园哈，我们才去做加强辅导哈。黄先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受到那个技术服务团的服务？老实讲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是走自由市场啦。我的东西如果在市面上，各位农友用了有信心，那明年还会再回来找嘛。所以是有品牌的。那我们在一个自由市场建立起来的品牌呢，就是用它的品质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用。那事实证明是可以用的嘛。那为什么政府不去正视这一块呢？我想国产梨穗做到现在，它的量确实跟大家报告量不大。好像也只有几百斤吧。数量上真的不多啦，政府没有很用心去做这个事情，漠视这一个环节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想将来现在梨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大量已经在温带的果树类已经改种苹果，
那也有改种茶叶，也有改种甜柿、水蜜桃。所以比较缓的地可以种菜。太离山面积近来近少诶。对，离山有1700多公顷，以往的数据来讲那转作我们有太多的选项可以做，有茶叶，有各方面都可以转作。谢谢这位黄大哥从梨山带给我们现场第一手观察。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农改场这边，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看到是，目前高阶梨的主要品种是越来越多样啊，所以等于说农改场是走在农民的前面去做技术的研究，还是说在农民的后面当然是技术的背后这个资源呢？你们在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来跟农民之间取得一个合作，或者说这样的关系是怎么维持？基本上我们是双管齐下啦哈。那以这个目前整个高阶的梨的一个产业，其实都是以接税都从国外来为主，还有我们梨山嘛。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会配合整个农会还是农粮署的一些专案进口的部分，我们都有去做一个评估，包括评估它进来台湾之后它的一个整体的表现那嫁接存活率啦，后续的品质。那除了品质以外，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你嫁接到后期要采收的时候，它到底会不会有梨蜜症等等这些问题造成它品质下降嘛那这一部分有关进口梨这边我们都有在配合。那另外在站在农改场这个立场的话那其实我们更希望说我们的梨能够不要去嫁接。当然我们过去有推一些，那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农改场在研究不用嫁接的高阶梨但是有一些遇到的有一些瓶颈，那就刚才那曾科长也有讲到嘛，那我们今年会再去尝试用高阶的角度来去看过去不用嫁接这个梨。说嫁接一次以后永远都不用再嫁接，还是说3-5年后再嫁接一次？以前我们因为梨有那个低温需求的一个问题嘛那我们育成的品种它的低温需求是很低的。是比较低的，在平地它它在平地它可以自然的一个开花，但是过去来讲还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希望说，如果以前不用嫁接的这些育成的品种，我们把它改成嫁接的模式，以后是不是会有空间？这个我们目前可能会去做一个探讨。我还知道说，其实我们农民为了维持这个量嘛因为其实真的价值蛮高的，所以可能有这个农民他一棵梨树嫁接的这个梨穗到200个梨穗，可是合理的梨穗量好像比这要低很多，是不是合理的这个梨穗的这个嫁接数目也可以跟现场这个梨农大哥来做一个呼吁建议？是的因为大家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那个梨穗很贵，然后现在取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啦那我们其实我们有去估一个，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整个一个状况，其实品质还是王道就对了啦。那你有产量，有时候没有品质，其实那个价格其实拉不上来，尤其大家多的时候，其实是拉不上来的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梨穗怎么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使用，是我们改良场的一个重点那我们有去给他评估过就是说其实以一棵树来讲，我们会建议说嫁接的梨穗差不多在110到120个穗就好了。那以成活7成来算的话，还有80穗。那以新兴来讲，一穗有1.5公斤嘛，一棵树如果有80穗，其实就120公斤了。那一分地有25棵，那等于会有3吨的一个产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字那另外第二个我们会比较提出建议的，就是说，因为有些梨穗的。因为梨穗是需要低温够的话，它以后发芽会比较整齐。那因为整个一个东势地区那个梨的产业的嫁接时间，从11月到隔年的现在1月底都还有嘛，时间很长，所以你采穗的时间会不一样。那采穗时间不一样的话，它低温的满足点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你越早采穗的梨穗，我们会建议说，你要去做一个4度的冷藏再嫁接。就不要一采穗就去嫁接，先冷藏。对，那时间可能就是越早采的话，就是冰越久，那可能就25天。那你晚采的可能冰15天。万一冰死掉怎么办？不会啦，那个梨穗在梨山都不会，对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以后发芽会比较整齐。好，那我想请教曾科长，就是说，其实上一次在防检局他有开会嘛，就是说，也有立委就是建议说，我们是不是跟韩国来这个接触一下？韩国的水梨好像这几年进口台湾，在台湾的市占率也不错啊。那目前跟韩国这边梨穗的接洽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让我们的乡亲先做个了解一下？韩国的梨穗在从去年
有韩国的出口商哈，他们有表示说他们愿意来输出梨穗到我们台湾。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在第一次从某个国家来输入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些风险评估哈，也以免有相关的那个疫病哈，有带到台湾哈，影响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所以防检局哈，从去年哈韩国的厂商申请以后哈，那就积极的来洽相关的这个学者专家来做风险评估。防检局做出这个风险评估报告以后哈，会针对可能有危害的这个有害生物哈，会去拟定相关的检疫处理措施。那这个检疫处理措施啊哈，也要经过双方的一个确认认可哈，包括韩国政府哈，他同意双方同意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有害的生物哈。那等这个确定以后，那就会跟我们目前从日本跟大陆进口的梨节穗一样，会有定出一个检疫处理的作业方式哈，那再依照这个作业的一个模式才能做输入。哦，好，所以变成说，目前韩国这边的梨穗是不是有什么样疫病啊？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一旦韩国这边的梨穗是有一个很要命的疫病，它目前是还没有药可以医的话，那引进台湾，当然对台湾整个高阶梨产业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哈。今比出品台批带了解了问题，也向共同来关心。除了设立的以外呢，也向来关心梨农佢哋产生咩问题，也向可能大家共同来注意来关心的事情，了解产业发展让更来更好。也向希望大家参加，下礼拜请持续来收听村民台批，希望大家支持努力，谢谢各位。